后来继续来看台中五车渔港的直销中心，虽然已经来恢复营业，但是中昼食饭的时间也是一个人客拢无。直销中心的摊商是真艰难，议员出面来呼吁政府研究补助的办法，帮助摊商渡难关。鱼肚仔内底上青的龙虾，阁有真侪丰富的海产，要等人客上门来拣。这间五车渔港内底海产餐厅，过去是真侪民众喜欢的店，不过因为疫情休困2个月，因为全国降级，阁重新开门，中昼的时阵煞一个人客都无，店员嘛干那会使算手机啊。这近无收入，嘛互头家实在是志在袂调。做比不做亏更多了，休息已经超过70天，这70天我们保守的估计啦，亏个100万跑不掉啦。业主是我们的大老板，我们是承租户，应该你业主知道这些渔民的痛苦在哪里。五车直销中心是农委会渔业署来经营。去年疫情也未遮严重的时，农委会就要提供五车租金补贴，大约400多万，等于是摊商1个外月的租金补贴。不过今年疫情更较严重，煞无收到中央提供相对应的租金补贴，互业者真无奈，才开始转向甲民代讲。我们这些老板们向中央争取这个补助尽速的替他们纾困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希望是渔业署那边赶快去匡列这样的一个经费。市府的海事所嘛讲，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目前正在争取经费，阁有讨论减收和减免的措施。按算8月初就会有消息，希望会使赶紧协助摊商来渡过疫情。